人心啊，在善恶拔河中，人心假如向善呐，那这个社会呢，才会祥和平安呐。假如呢，人心啊，一点点的偏差脱轨啦，这个社会的动荡啊，也很令人担心。所以善恶之间，关于我们人生的幸福，所以向善呢，我们踏踏实实，就会让社会祥和平安呐。